咱来串练一首，今仔这个是古锥的，咱来唱迄条拜上帝囝儿，也不时欢喜。时间特别到哈，预备来。来，拜上帝的囝儿，心上着欢喜，因为上帝照顾咱，伊听咱囝儿快乐一点点，拜上帝的囝儿，拢总着诚实，因为上帝听囝儿，阮困来过日，拜上帝的囝儿，拢着讲好话。安尼上帝就欢喜，我们做宝贝。好，这首小朋友应该都很会唱。我主日学的时候就是常常在唱这一首。你要叫咱做上帝的囝儿，咱就要时常欢喜，也就要诚实，嘛就要讲好话，嘛就要爱有笑容，过来三角来吟诗，愿咱每日拢充满欢喜。请咱准备心，三角来这礼拜。各位阿姐，大家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请有揸手机仔的兄弟将手机仔关机，也是转做震动，互咱安静鞠躬来到主的面前。
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这时，咱要用圣诗31首，天父听咱世间众人来称赞主的名，请起立，因全首。这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你是何等的美好甲伟大，使阮每日教业会稳定。阮伫遮要敬拜，互落你，伫每一日你用慈悲照顾阮，用大能力保护阮。求你饶赦阮所犯的一切罪过，也求你帮助阮饶赦得罪阮的人。求你赦免阮所看一切误会无前去的事务，赦免阮嘴所出一切无造就人的话语，赦免阮欠缺警醒，互试探有机会入来阮内面。求你赦免阮一切罪过，将你无尽的平安藏伫阮的内面。阮感谢互落你。求主今仔起，甲洪长老同在，互伊所要分享的，诚做你荣耀的见证。这时，我们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愿伫天地的爸，
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行，伫地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要来启用启用文第34篇，就是诗篇146篇。启用34篇，也是诗篇146篇。我来启，请兄姐来用。要称赞上主，我的心情啊，要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活的日子，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毋通倚靠君王，毋通倚靠上帝人，因会当万山。因一个断开就归土，因的计划伫迄日就落空。抗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盼望。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枉亏的人伸冤。伊使食物互夭折的人。上主讨帮上悬家的人。上主互亡人会看见。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疼惜义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伊予歹人的路行袂通。上主会永远做王。谢安娜，你的上帝会代代做王。这声要称赞上主。这是咱同齐来恭听上帝话语。上帝话语记载伫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我用现代台语汉字本来读。所以，恁无论是食是啉，也是做啥物，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过一摆，所以恁无论是食是啉，也是做啥物，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这是咱要请主理来学老，因要学老的诗歌是不动摇的信心。
本水的歌声叫做芳芳的祭，得到上帝遐得到伊的降纳。今早起是国定纪念会主日，今早起红长老要用为着荣耀上帝来做，来甲咱分享，将时间交互红长老。 各位兄姐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互我有机会来到遮尔水的教会，歌声遮尔好听的教会，伫遮代表基甸会来做报告见证。毋望上帝听，领导即个所在透过基甸会今仔所讲的主题。 为着上帝来活这个主题，荣耀上帝来活的这个主题，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成做一生上大的帮助。未开始以前，请咱先压头三角祈祷。亲爱的主，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互世囝有这个机会来到上帝你的名所设立的南洋长老教会伫遮。 来分享上帝你的话，今仔日也是基甸会的主日，阮咧讲的主题也是今年阮基甸会的主题，就是为荣光上帝的名来做，为荣耀神而行。求主你的灵甲世间三角之地，互我所讲的每一句话，拢用刻条。 伫兄弟姊妹的心中，成做一生上大的帮助。求圣灵亲自带领引带，保守下面的时间。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门。过一摆感谢上帝恩典，因为伊会听，互咱过一摆照着伊的话来成就美好的事工。也多谢牧师。 甲兄弟姊妹会挺身接纳我代表国际基甸会全体的会友伫遮向大家来请安。未讲到以前我先来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伫美国进前有一间足有名的。 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即马改做 Exxon 就是美孚我知咱若咧开车，也是骑后倒摆的时，咱咧换机油的时阵，拢有一个牌子叫做 Exxon Mobil 即间公司，伊拢总有几万人的员工啦，即间公司是由即个美国足有名、上有钱的即个富翁来。 成立的伊叫做约翰·洛克菲勒咱有去纽约的时阵拢有去纽约广场迄个广场是洛克菲勒起的即个人所设立的伊拢总有几万的员工啦，有一个小小的职员伊的名叫做阿基伯特即个人足趣味的
伊每一摆吼，因为伊定爱代表公司去出差啦、旅行啦，所以因为美国的出差，美国足快，所以出差一摆转来拢爱两三个月的时间，所以伊拢爱透过即个写批、写报告的时阵，不管是去互伊朋友啦，等于公司啦，是一寡伊的同学的时阵吼，伊下骹会签名，除了签伊的名了后吼，伊拢会签一句话讲吼，一桶$4的标准石油，迄阵伊的公司拄咧广告伊的石油吼，一桶石油$4的，这是伊的广告词。所以每一摆吼，拄着人，不管签名啦，是甲伊讲话讲到尾的时拢会念出来公司的即个广告词。每桶石油$4，$4的啦，所以吼，伊的同事吼，拢甲伊开玩笑，拢袂记得伊的名，敢若叫伊讲一桶$4，1桶$4，安尼无人叫伊的正名啦。经过4年了后，伊的即个董事长吼，洛克菲勒的时，他听到讲有一个员工吼。遮尔尽忠啦，定定咧替公司来广告的即个故事，了后伊就邀请伊来甲伊食暗顿，食暗顿了后的时，哇！伊发现讲吼，即个年轻人吼，干净实质，佫足幽默的，佫足爱开玩笑的吼，嘛足尽忠的啦，伊了后的时阵呢，即个洛克菲勒因为年纪大。伊爱卸任啊，爱换即个人选啊，其实即间美国石油公司吼，伊的人才是足济啦，人才济济啦。但是咧选即个伊的继任人的时候，伊的后一任的即个老板的时阵吼，伊指名讲爱即个阿基伯特即个人，因为伊讲吼，即个人吼，虽然一寡小小的代志，大家拢有法度做的代志，就是来广告公司的时阵咧。有的人可能一个月讲1摆2摆，但是这个人是坚定无移动啦，乐此不疲啊。伊有这个时间，伊就提出讲，标准石油公司1桶4块，1桶$4的这个石油，伊就。拄着人伊就安尼讲，拄着人安尼讲吼，所以吼，伊将即个洛克菲勒将即个董事长的即个名，怎啊互伊做董事长，所以即个故事就显明讲，咱基督徒吼，伫咧高举传扬上帝名的工作。如果咱也像头拄仔讲即个故事的即个人阿基伯特。遐尼遐尼执着的时阵，遐尼坚守的时阵吼，咱的主唔知影何等会欢喜咱，因为咱拢高举伊的名，为着荣耀伊的名，荣光伊的名来做，这个无疑是咱每一个人属灵的基业的承受者。你若安尼做的时，上帝的属灵的这个基业。伊就会来互你承受，所以头拄仔咱所读的即个经文内底，保罗对即个当时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即个哥林多哥林多是伫迄个希腊迄个所在的信徒讲的话因为即个哥林多是一个海港，所以伊有多元的即个文化，因为出入的人，各国人拢有有无共的即个宗教的信仰，有即个背景，而且偶像嘛足济，所以咧食的物件内底咧，有可能去食到人拜过的的物件，所以有一寡人担心讲会去污染到咱家己，有一寡人就认为讲这偶像是假的神，无得惊。这个食物本来就是无对错的分别，因为伊本来就是无生命的物件，所以伫这个背景内底，保罗再讲一句话，这个建议，
伊是来警告即个信徒，虽然咧食的物件本身是无通咸，但是咱爱顾着咱即个当判的即个良心，避免造成即个误会因为这咧讲起来就是讲，像讲咱有足好的朋友，伊本身是拜拜，咱为着咧传福音，咱有甲伊往来，伊嘛甲咱足好的关系。有当时迄个所在拜拜做招的时阵，伊可能会邀请咱来甲伊坐倒，来互请的时阵，一般的人伊拢会拒绝，讲你要拜我无爱去咯。但是呢，伫圣经内底教导讲，其实即个咧食的物件是无讲清气，还是垃圾的，还是拜过，因为伊本来就是无。但是你去互请的时阵呢，若为着讲去互隔壁厝边看着讲，即个人都伫教会咧行教会的人，他人拜拜去迄个心。你若为着迄个人的良心，惊讲去互跋倒的时阵，你本来是咧去无问题。但是你若为着迄个人的即个良心，也是讲去互跋倒的，你甘愿无爱去食迄顿青草？咱是为着别人的良心，为着无爱去互跋倒。讲你即个世俗人，你即个信主的人，甲阮即世俗人咧即个例都发生伫阮兜我的太太本来是今仔日伊咧甲我斗阵来啦，但是因为拄好我亲家过往。举办即个追思，所以无落去。我的太太就是安尼，我的太太伫阮迄条街的时，甲人人际关系足好。伊嘛表明，像讲礼拜日咧出来的时，伊就讲阮今仔日去做礼拜，大家拢知影伊基督徒。所以一个姊妹甲伊足好的，迄是拜拜无信主的。伊逐摆来摕物件来阮兜的时，拢甲阮太太讲，即个物件无拜过，无拜过，你处理去咯。所以这是那像一个例啦。其实不管伊有拜无拜，拢上帝所创造的，咱是无要紧。但是为着世俗人，伊无认捌的时阵，伊讲你甲人食拜拜的时，咱甘愿为着伊的良心，咱卖食。主要的目的就是咧为着咧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荣耀上帝的名，是咱基督徒一生上大的功课。咱安怎来学习来荣耀上帝的名？为着荣光上帝的名来做代志呢？第一点，咱爱归荣光伫上帝，咱爱归荣光上帝。伫圣经内底其实有足侪经文，拢教导咱讲，互上帝对着耶稣基督。行万事会得到荣光，就彼得前书4章11节，耶和华语讲，叫神在凡事上，因为耶稣基督得荣耀，这个彼得前书4章11节，其实足侪拢教导咱讲，咱做啥物代志，拢爱为着荣耀上帝，爱高举上帝的名，上帝的名。上帝的名爱高举上帝的名，上帝的名有啥物身份呢？其实上帝的名有两重的即个，有两重的即个意义啦，还是我再重复。因为上帝的名，伊的本身本来就是一个荣耀，上帝的名本身就是荣耀，那即个太阳光同一款。当我咧准备这个时阵上帝就是那光同款。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我的信仰是为阮妈妈迄边来的，阮妈妈迄边，阮妈妈迄边的信仰就是100几年前，伫即个。中华迄个所在，有人敲锣打鼓讲上帝盼见囝，派我来找囝，伊迄阵阮的先人伫遐信主的，
伊是讲奇怪啊，即个人年纪遐济啊，结果是调查起来才知影讲是中华长老教会一个长老，因为伊接受当时伫中华迄个所在有即个外国的宣教师兰大卫，大家拢知嘛吼，兰大卫就是即个中华基督教病院的创办者，迄个英国的即个派出来海外的宣教师内底，一定拢是一个牧师。配合一个医生，即个医生是兰大卫，兰大卫足有名的，即个牧师叫做梅建武梅干武，即个梅干武来台湾，看咱台湾即块土地，咧传福音无遐简单，所以伊就去看，结果去到庙口看到有人碰见，有人带囡仔出去佚佗的时，碰见囡仔的时，就伫遐敲锣打鼓讲吼，阮囝吼，差不多7岁还是5、6岁吼。穿一领啥物衫、啥物色的衫查甫囡仔、查某囡仔，恁若有看，再来带来紧带来互阮安尼。伊讲我用即套来传福音会使的哦，伊嘛是共款啊。敲锣打鼓讲上帝放假，伊年纪足大他有可能讲囝的所以大家就放弃，围皮咧看伊是咧变啥物魔术，还是扮啥物把戏，结果就是咧传耶稣基督，为着咱世间人。上帝差派伊的独生囝来到地面上，来救赎咱的即个故事，所以我的先人我的祖先看了足感动了。过两工，伊就去草屯长老教会伫遐信主了。我是阮妈妈是草屯长老教会的会友迄是草屯长老教会20年前到100周年的时阵因为将每家每户信主的经过，用一本手册起来的时，去看到。当时阮的家庭就是安尼信主，就是人敲锣打鼓讲上帝碰见囝，派我来找囝安尼。所以呢，阮遐亲情拢是，我记我细汉的时阵，若暑假，我是住西里吼，若暑假的时阵，等于草屯的时阵，我阿祖吼，查某祖吼，迄阵的人才60几岁就看到足老吼，就抱着我安尼吼。甲我唱迄个诗歌，我即摆还佫记会牢，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安尼。我会记我阿祖吼，伊咧过往的时阵吼，迄阵我做囡仔，阮妈妈带我转去遐看的时，伊讲吼，上帝来接伊转去啊，一台迄落马车吼，光啦，发光安尼，光来接伊咧转去，有迄个光啦，因为上帝派天使，敢若天使都有光啦，你佫讲甲上帝免讲啊，伊一定足光的。我甲阮太熟识时，我是迄阵读家人海洋大学，即卖海洋大学迄阵叫海洋学院，阮熟识阮太太了后的时阵，阮咧结婚的时阵，因为阮是信基督教的，阮太太迄阵因兜是伫北斗拢掠鱼的，拢渔船，你知影掠鱼的人足迷信的，对一日拢出海，对日拢出海，拢爱去问求神拜佛，拢爱去问，所以就阮丈母就叫伊讲，你用摕我的内衫吼，伊咧去甲我祭改，咧去甲我问我的奇妙的代志发生是尾仔事阮太太知影讲。当咧去上我的名的时阵吼，迄上名先的吼，看一个讲安怎光啦，我的名上袂出来，光啦。伊讲恁先生吼是食教的，伊的名算袂出来，足光的啦。因为上帝伫伊边啊，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袂用怀疑哦。咱信主了后，咱承认上帝是咱的救主了后，圣灵就伫咱的身躯顶，所以咱就拢有迄个光啊。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光的来源，这我听足侪，伫我的亲情内底，足侪人拢咧转去咧过往的时，拢看到安尼好足光的，上帝咧来接伊转去，所以上帝的本体本来就是光啦。本来就是光，所以咱来归荣耀给上帝，所以圣经一再提醒讲咱爱将耶和华的名所得到的荣耀归伫伊啦，咱爱将上帝的荣耀来归伫上帝的身躯顶，伊差遣伊的囝儿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所以，咱来将耶和华的名当得到的荣耀归伫伊，
了后的时阵，咱来靠伊来活，所以咱毋但是讲要为着伊来活，因为万物所有世间所有代志，所有的物件拢本于他，我靠伊来归伫伊啦。所以咱爱安怎来做甲荣耀来归伫上帝咧？圣经内底有讲，咱爱结果子，咱爱结果子。恁伫即个约翰福音15章第8节内底有讲，恁若坐结果子，我的老爸就是因安尼得到荣耀啦。所以咱爱结即个果子，结啥物果子？第一点，咱来结生命的果子。咱信主了后，咱的生命爱改变。咱本来咱的脾气足扫性的，讲话足创的。咱信主了后，咱得到圣经内底的教导，也是教会内底牧师长级的即个请教，了后的时阵，咱的生命爱改变。伫阮基甸话有一个兄弟叫做方建成、方建成，伊足扫性的，伊足扫性的。讲无两句话就三字经出来。一摆伊啉烧酒，甲人起冲突，因为伊个人汉草足大汉，足有力，所以拍死人。了后的时阵呢，迄阵的死刑犯是关咧即个火烧岛绿岛，咱叫绿岛，关伫外岛内底。伫外岛内底咧，伊接受到基甸话所送的一本圣经。伊想讲我细汉的时阵书拢无好好读甲伫监狱内底有机会，即个一本叫圣经，互你读的时阵，听讲这是上帝的话，所以伊就读。读了后的时阵呢，伊的性情就慢慢改变啦，慢慢改变，人就慢慢变甲足温和的。伊即个生命，上帝生命的果子，就入去甲伊的心中内底。仁爱、慈悲、宽容，善良，才会入去啦。所以伊个人的个性就开始变啦。因为伊捌字啦，所以伫即个监狱内底，有个人袂晓写批，伊讲无你念，我来替你写安尼。所以伫内底受到足欢迎的。所以即个典狱官看讲，即个人生命拢改变啦。所以伊伫报告内底嘛，甲写讲即个人，免伫即个火烧岛关因为伫遐足艰苦的。用倒来本岛嘛用搁甲减刑怎甲送去咱本岛？送去咱本岛的时阵，伫码头台湾岛的时阵，可能是旗山遐的时阵，有人咧来甲接的时阵一般的人啦，为即个火烧岛转来，咧接的时阵迄阵无像讲即摆遐方便，有手机有相片传者就知影，拢是用啥物？用即个锁啦，即个。锁扣做记号啦，所以去接的人看遐船落来内底有一寡观光客，有一寡人落来，他也无看到扣手扣的啦，伫遐咧看来看去，伊嘛想我都有人咧甲我接他也无，伊嘛毋敢走伊嘛伫遐看来看去，问两个咱小见面讲，你叫啥物名？我方建成，原来就是你，你来无扣手扣，我嘛毋知伊就讲免你咯，你看嘛，伊尾仔改变甲即落去。了，伊本来是死刑无期徒刑，了变做有期徒刑，尾仔佫减刑，尾仔就因为伊的表现足好，所以怎判转来判关10几年了先，伊出来先第一个动作就是来加入阮基甸会啦，所以我知影捌即个人，所以即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咧荣耀神，有结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第一个是生命的果子，第二是福音的果子，你就爱去传福音，爱去传福音啊！你信主了后，你知影即个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即个美妙的奇妙，恁就爱去传福音，爱去传福音，伫即个美国有一个真有名的报道家叫做穆迪啦，穆迪，应该大家拢捌听过伊的名伊是19世纪伫美国
内底足有名一个报道家，啊，伊无读过啥物书啦，伊本来是咧赤皮的，但是上帝咧用伊互伊有真好的口才，啊，佫真幽默，所以伊每一摆办的即个报道会拢超过足侪人，所以伊一生中间有向过100万人来做报道传福音，而且伊嘛甲上帝下一个志愿讲，我逐工拢咧传福音，咧去拯救即个灵魂。有一天落雨天啦，落几啊工，伊拢无出门啦，伊讲袂使，拢无出门袂使。即雨佫落落我怎干脆穿一下雨衣，举一个雨伞安尼去到街仔路的时阵看到一个啉酒醉的醉汉啦，行路的时阵弯弯颠颠啦，都啉烧酒偏来偏去伊怎向即个人甲掠咧，甲讲你有信主无？迄个人啉烧酒醉去向掠掉的时阵，踹者讲，你啥人？伊就无甲讲伊讲你有信主无？伊讲我有信主，无信主是阮兜的代志我哪会晓？伊讲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伊甲回即句你的代志，迄个人煞踹者，我也是紧落跑。经过几工呢，即个牧师伫迄个当地办一个报道会的时阵，咧呼调的时阵呢，惊到迄个啉烧酒的，同款嘛行来头前。伊甲牧师讲牧师其实我毋是讲今仔载来决志的。当你甲我讲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的时候，我踹一下了后，我的生命就已经改变了。我迄天就将我即个歹的习惯来改掉我今仔是来补洗咧，伊安尼讲所以伫遮咱会用看到传福音其实是荣耀上帝的名，高举上帝的名，所以毋是讲看时看日才做，咱有机会，咱就爱紧抓牢即个机会，因为这才是咧荣耀上帝的名，归荣耀给上帝。所以咱爱有一个决志因为保罗先生伊有考劝咱讲，无论是做啥物，拢爱为着荣耀上帝来行来做。所以保罗用一句真短的话讲，无论是做啥物啦，无论做啥物的意思，就是讲咱规个生活咱的动作咱所做一切的代志，拢永远爱甲荣耀上帝有关系。我真爱讲一个故事，就是有一群人伫教会内底，像今仔咧聚集，了后的时阵，咧计划讲咱的即个厝边隔壁足侪即个弱势的、真善车的人。因佫毋捌上帝，生活嘛有困难，所以咱是不是爱安怎去甲帮助咧讲的时阵，有一个人入来讲迄英文叫 WWJD 啦 ，What will Jesus do？ What？ 今仔日你若是耶稣基督的时阵，你会安怎做？咱爱将即个眼光转换成耶稣基督的款式。What will Jesus do？ 今仔日若看到即个情形的时阵，你今仔若耶稣的时阵，伊会安怎做？因为咱读四福音书的时阵，咱看到耶稣基督，看到足侪人拢无牧者咧甲忧亲的时阵，伊就起了怜悯的心啦。所以耶稣伫即个世间来世间33半年久的时阵，所做的代志拢是咧甲善车人相甲伫地，甲医病啦、赶鬼啦，互摆骹会行啦，而且佫2尾饼2尾鱼5块饼，5饼2鱼，变互足侪人食。伊所有的眼光拢为着咱咧设想
为着咱的设想，所以呢，咱爱为荣耀上帝的名来活的时阵，咱爱有甲上帝同款的眼光。第二就是讲，咧荣耀上帝的名上简单，我相信大家拢做会到，就是爱用感谢懊恼的心，感谢懊恼的心，所以我会记我早期我伫西丽长老教会大汉时，我看有一寡足虔诚的长老执事出口闭口拢感谢主、懊恼主、赞美主，因为这是上帝上爱听的话，因为你若感谢上帝、荣耀上帝，你就是为荣耀上帝来活，当耶稣即个回顾伊伫地面上一生的事伊伫咧克西玛尼的时阵，伊的祈祷最后的祷告讲我伫地面上已经荣耀你所托付我的代志，我已经成全了。这记载伫约翰福音17章第4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所以呢，咱爱不管时，爱注意上帝托付予咱的是啥物代志主要你要留心家己的温事，甲别人的需要。你有啥物温事？你的温事会用出来无？我感谢上帝的恩典伫我伫即个服务，伫教会服务的即个生涯内底我为执事、为长老为甲去外口服侍建教会去互选调即个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基督教会协会的理事长的时阵，这是算全国上大的一个机构的时阵，我就甲上帝祈祷讲：上帝你予我伫即个位置的位置的时阵，我有啥物工课用来发动来做？迄阵拄马街来台湾150周年，所以我就伫遐来鼓吹讲，是毋是咱将马街的即个故事来拍摄电影？因为咱足侪人咧讲，咧共传福音的时，咱无真好的口才，也是无真好的基础，所以讲了袂讲介好势。所以咱若用将马街的即个故事，咱知马街的即个伟大对台湾的贡献，即我时间的关系无，我就伫遐讲足侪，但是大家拢知。咱若用将这个拍做电影了，会用邀请遮的慕道友，即摆咧事件包场的，咱教会包场，来电影馆包场，了你将你咧传福音的遮的慕道友，甲带来看电影。即个电影的印象2点钟还是1点半钟的时阵，除非讲伊去电影馆内底咧打呼啦咧打瞌睡啦，无你啊2个目睭顶着即个荧幕的时候，我相信，即个电影的感动、电影的故事，一定有我都刻掉伫伊的心内，诚做福音的种子，我就安尼想。所以我就遐发起马街150周年拍电影的即个活动即本杂志是我咧即个举办迄个活动的时阵所有的记录迄当时，因为我自细汉就最爱看电影，所以我毋知影咱在座应该大家有20-30年前有看到一篇电影叫做《南美信教会》也才有看，这是即个大导演罗兰 A 辉啦。我迄阵我就讲，我安那邀请即个罗兰 A 辉来台湾，结果上帝奇妙的带领阮即个机构内底有一个对电影足有内行的即个兄弟叫做陈进荣，伊是真耶稣教的虽然毋是咱长老教会真耶稣教，但是嘛基督教的。伊怎啊讲即个人我有识，伊随伫我面头前敲一个电话。即个罗兰伫巴拿马群岛随接起来，
伊也讲，伊先来讲 OK， 没有问题。伊伫1年前，1个月前已经来过台湾。即个罗兰 A 会，即个世界上有名的导演，哦，而且伊讲伊个剧本吼，伊咧家己写。阮本来有比赛的剧本哦，伊参考了的时，伊感觉讲哦，伊用较好的角度来写，哦，伊咧用迄个男女恋爱，外国人带台湾人、台湾某所拄到的遮个批评，去用批评，去用侮辱的遮个故事安尼开始，男女主角安尼开始，人伊咧用安尼来写，伊讲我咧家己写即个剧本啦，哦，所以我咧讲的就是讲当咱有即个文字、有即个地位的时阵，咱爱考虑着，咱爱用即个地位来帮助别人的需要，互更较侪人来得到福音的好处。哦，我相信今仔在座各位兄弟姊妹，恁拢有恁的人际关系，有恁的即个地位身份，你有想到讲，你用你的身份。地位去荣耀上帝的名无？哦，伫即个13年前吼，2011年的时阵，10月初5有一个世界足轰动的新闻，就是讲发明即个手机的即个创办人哦，贾博士过身去啊。贾博士过身去啊！贾博士伊创办了6大即个商业的革命啦吼，伊个人电脑，吼，搁动画，皮克斯的迄个动画，吼，搁音乐，电话迄拢免讲啊，手机这就咧取代电话，搁平板电脑4位出版，伊嘛指导设计这个 iPhone 啦、iPad 啦，互即个苹果公司吼，即个。上市的公司吼，足飞黄腾达的吼的成就，贾博士伊过身，伫我头仔讲的，因伫13年前已经过身了，伊伫伊的以前，伊教到即个大学，人邀请伊去演讲的时阵吼，伊甲迄间大学的学生讲，我17岁的时阵吼，受到一句话。即个影响啦，迄句话是啥物？伊讲如果我将每一工拢当做我人生的上尾的一工，我咧做啥物代志？逐工伊听到即句话了，伊17岁听到即句话了，伊就逐工拢照即个行，用即个行来问家讲我今仔日搁新的一工啊，上帝搁收拾我新的一工。今仔即工的时候，我有啥物代志好通做？伊问家己，逐工拢爱有即个代志，伊讲伊若发现讲吼，无代志好通做的时阵咧，伊就知影讲我爱改变我今仔日的计划，爱改变计划。所以逐工拢当做最后的一工啊，当做最后的一工，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我毋知影讲恁今仔日。是毋是你人生最后的一工，还是最后的阶段？你今仔日咧做啥物代志？我头拄仔已经讲过，上要紧的，就是结果子，生命果子，甲福音的果子，这我相信，是咱今仔的主题，咱的一个回应。过来就是讲到阮基电会，我相信基电会来到咱教会报告已经真一摆啊吼，所以我就免搁介绍甲遐清楚。为3个人开始，基电会为3个人开始，为这3个人开始，甲现主时伫全世界已经差不多26万人。为美国一个国家，到这时阵已经成做199个国家。这毋是人的熬，是上帝的带领。所以阮所送的圣经，为开始伫即个旅馆，为开始伫即个旅馆，了的时阵进入即个病院内底，
护理人员、护士，而且这患者，了上大的就是进入这个学生，分互这学生，了搁入去这个军中，而且你看这本圣经内底有一粒圣旨哦，这是最近乌克兰战争的时阵，阮基电会发起去乌克兰上圣经，所以阮怎用圣经印这个乌克兰的语言，这个咧做平安衫的这个厂商足好心的，伊讲安尼吼，恁一本送艰苦啦。我怎将圣经放在这个衫平安咧穿的这个迷彩衣内底，替恁分互因。一个阿兵哥穿迄个时吼，咧战争的时阵，倒一粒枪子抛伊遮，抛伊伤口来，迄个伤口掉伫圣经内底。伊写批转来感谢各位兄弟姊妹。所以上帝成就万有啦，成就万有。搁有即个阿兵哥，阮送军中阮这迷彩本的。迄阵我咧做印书委员的时阵，因讲安尼这印1万本啦，我讲1万本无够啦，念要分了，所以这即摆一年印10万本。这印咧阿兵哥，一摆我咧坐高铁的时阵，两个阿兵哥咧对话，讲做兵足无聊，我听一个说爱笑。我迄阵做2年啊3年啊，你即摆仔做4个月，有个人拢做4工就退伍无聊。伊讲一个讲毋知拢毋知咧读啥物，无啥册好通看。一个阿兵哥为伊的背包摕看，你敢无摕到即本？伊讲有啊，我就放咧我的册柜甲等咧册柜我也无咧看。伊讲即本袂歹，是啊袂歹。伊讲我迄阵做兵的时阵失恋，失恋，就是伊的女朋友走去。所以伊心内足艰苦的。迄阵阮讲员有去军中演讲讲阮的圣经甲咱咧读的圣经拢共款，但是阮头前有写一个经文的解读，就是讲你拄着啥物，拄着困难、灰心啦、失望的时阵，无愿望的时阵，你爱读第几啊？所以伊怎真正照这落去读呢？读了心伊心就拍开啊！拍开了上帝搁互伊进入教会，伊才去找教会。伫教会内底搁熟悉一个，搁比顶摆女朋友搁较水、搁较好、性情搁较好的姊妹。上帝调动万有，因都伫遐对话，我听下讲感谢上帝，阮送的圣经其实这个故事有够济啦，有够济，时间的关系，无法度讲诚济家乐内底嘛是真济故事啦我前几讲过。阮去家乐的时阵。一摆我做苦力士的时阵，伫台北天成饭店开一个餐会，请一寡更生人来咧做见证。一个坐我的边啦，一个是叫辉哥老大，单语大身躯赤红咧讲伊的见证。一个坐我的边我做主人，我甲伊开讲。我讲你顶回安那信主，伊讲足歹势讲。我见证他会歹势讲，伊讲你顶回去上圣经伊是烟毒犯啦，所以关咧家乐的时无法度。吸毒嘛，所以就爱食香烟嘛，食薰嘛。食薰迄阵拢用咧报纸，薰是乌漆的，买足贵的，所以甲拆开了，用报纸卷的，叫老鼠尾巴出。报纸用咧废纸咧回收做的嘛，油烟味足重的，足臭的。伊讲你既然话去送圣经，我就知伊讲啥。即个纸圣经字搁芳，搁芳，搁幼。伊讲我怎摕这落去拆起去卷啦？一支用卷，本来是用报纸卷3支，这卷5支，佮替我升级。我讲兄弟你拢总甲我拆几本？伊讲拆3本啦。伊讲伊咧拆中间即个家乐内底是有一寡嘛是好心啦。伊讲你咧共拆这伊讲伊甸会，其实阮是基甸会，伊甸会较有名。伊讲伊甸会人这爱心团体，无你嘛拆一张读一页，伊搁好我拆一个读一页。结果伊拆甲哥林多前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伊讲我咧成为新人了，这是伊讲的故事，我实际听的，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免怀疑啦，上帝自然会成就伊的故事，所以咱有一天拢会等于天堂，伫天堂门口可能有一寡贪毛求，
魁梧乌达山你免怀疑，因为恁所奉献的钱，阮除了伫台湾发行，阮阁会去赠送国际遐个是伊送去非洲啦、印度遐足善的国家，印迄个圣经。所以因信主了后，因会伫天堂的门口来甲你报答。你可能毋知，我嘛毋知，但是即条灵魂你会知，伊会伫遐来报答，恁会疼心。所以搁一摆，多谢各位，互我有即个机会，代表基电会来遮报告甲见证，将一切荣耀归伫咱天顶的上帝，咱遮压头三甲祈祷。亲爱的主，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互我有即段机会，代表基电会来遮做报告请安，求主你的灵甲今仔日在座的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互因拢用为着荣光上帝的名来做，因所做的代志，拢是上帝欢喜的代志，拢是应用上帝的代志。祝福南洋教会咧近日70年的即个庆祝准备咧去教会代志真济真需要经费，但是阮知主你是丰盛丰满的上帝，在人不能伫人袂会，伫上帝你万能会，只要阮专心敬重学乐荣耀上帝的名来做。上帝一定帮助阮到底，阮献上满心的感谢祝福。教会牧师、长老、执事、众会友，家庭平安喜乐，上帝祝福满满每一个人的身躯顶。阮安尼献上满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阿门。多谢各位。这时咱要来吟回应的诗歌，回应诗歌的圣诗506首，圣诗506首，拜上帝敬儿，请起立吟全首。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pik岛林内受苦，遍世界死埋葬落府。第三日对上中复活，上天，他一日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咱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不公正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是咱要感恩奉献。请曾子祥执事甲曾建明执事。
请起立因奉献诗歌。上帝啊，感谢你，互咱会使奉献。我所有的拢是你的，我的奉献都是我是我乐意的。求你感恩我的奉献，我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咱来读两解。所以，恁无论是食是啉，也是做啥物，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搁一摆。所以，恁无论是食是啉，也是做啥物，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互咱报告的大声，今日有一位新的朋友，赵丽清，这位小姐吼，伊是对南投来，吼伊是因为婆家伫咱教会附近，所以有来甲咱聚会安尼。毋知还佫有新的朋友无？无吼，咱来看报告。咱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主日是国际纪念会奉献主日，咱来感谢洪长老来咱教会来请安见道，请兄弟继续为着纪念会事工来关心代祷奉献，咱嘛代表教会。然后第一堂礼拜结束了后，有调开奖学金的委员会，佫有第二堂结束了会开中职会，请委员甲中职来准备。第二点，后主日是常年事工纪念主日，迄天是和堂礼拜，礼拜中是常年团契来参与各项的服侍，请同工来备万心。第三点，后主日上午主日要带学生去万里圣经园区来举办野外主日迄天教会主日就无上课。第四点，咱2024年的携手爱无限2.0的事工已经开始请咱继续为着这事工来代祷奉献。然后具体的消息。第一点，为19日到明年1月底，圣经公会有推出迄现代台语译本的圣经，有优惠，若是要买，会当甲办公室来登记购买。然后其他后壁请咱兄弟家己来看。然后佫有澳洲。的事项表，请同工家己来过目准备，然后会计报告的所在，也是有出入的，来会当甲办公室来提出更正。无事要补充。这平安。真多谢洪长老来到伫咱中间来分享上帝的信息。其实洪长老甲咱的关系嘛算真深吼。
因为安怎讲真深是因为咱的建堂，咱的即个建筑师是伊推荐的吼。伊照着伊推荐来，互林主席将伊来介绍来，互咱的教会，所以伊对咱的建堂嘛真关心吼。若洪长老若想要知影讲迄个建堂的迄个模型，到时伫咧隔壁遐容易看吼。迄个咱的即个头拄有讲到，伫咧即个基体消息的部分吼。如果咱的兄弟对现代台语译本的即个圣经有兴趣，咱会通拄好趁即马拄好圣经公会有咧办即个优惠活动吼。我有甲看内底优惠活动吼，比咱过去一般咧打的折数吼，搁较优惠一寡吼。所以吼，若有要买现代台语译本的圣经，咱会用拄趁机会来买即摆现代台语译本的圣经，拄好就是咱目前咱教会咧使用的版本啦吼。所以上主要是要互咱对迄个台语圣经有当时咱咧读迄个，不管是其实包括和合本的圣经拢共款，就是咱咧读的时候，有当时会听无看无，讲迄到底是啥物意思？因为迄个伊有迄个时代的迄个变迁，迄个语言的使用顶面有做一寡改变。所以咱的现代台语译本嘛是共款，伊有针对咱即马现主时咱的台语的使用顶面的一寡改变，也有做一寡调整。所以现代台语译本即个2010年版，也就是2010年出版的即版的这是即马咱目前圣经公会所出迄个上新的版本啦吼。头拄基电会，头拄洪长老伫遐分享到基电会的即个事工吼，有当时咱嘛有人会有怀疑讲，基电会送的圣经有当时人摕着吼，就弹掉，无就是摕去回收。其实吼，就较亲像洪长老头仔所分享的吼，就算讲放伫咧监狱内面，摕去咧做光分条吼，伊嘛是咧吸收上帝的话啊，吸收久了吼，当时要开花结籽吼，咱毋知，所以。一本圣经，咱虽然看，咱亲像是看起来，咱亲像是了去，但是基电会咧做的拄好，就是迄个咱拢为着要人的灵魂的得救所以吼，迄叫做不计代价。所以有当时咱会看到讲迄圣经吼，若像安尼拍算去，也是讲叫人甚至嘛捌有人安尼讲我着亲像讲去校分圣经。结果本的有当时吼，怎规摊的圣经吼，怎放伫咧不管是伫咧垃圾桶，还是伫咧回收啥物货，有当时咱安尼咧看的时阵，咱是用世俗的方式咧看，但是上帝当时要做工，咱毋知。迄本就算讲吼，伫咧垃圾桶嘛，有人因为对粪扫桶内面将圣经捡起来，搁伫咧伊读过了后，性命得到改变。所以基电会所做的事工是咱讲迄种默默的吼，要互人的性命得到改变的。所以有当时不管是人咧讲的话咱真正有当时人讲了无一定会听，但是上帝的话，伊当时要做工，圣神做工，当人看到迄个话的时阵，伊的性命就伫咧迄个中间来得到改变。所以咱也来鼓励咱吼，会通继续来支持即个基电会的事工。也那亲像头拄所分享，其实咱教会内面有几位兄弟中级有参与伫咧基电会的即个诚做会员吼。嘛鼓励咱兄弟，咱也安尼感觉讲即个事工非常的重要，嘛会通加入伫咧基电会诚做会员吼。诚做会员资格是啥物货？只要是受洗的基督徒，牧师推荐 ，OK， 好，请来甲牧师报名大概他一年他大概需要1年哈。查甫的吼，兄弟基电会上主要是以兄弟为主吼，所以一年的年会哈，年会3500，
嘿，啊姊妹1000块，哦，那会谢谢着，嘿，嘿，对，但是一定爱这个要做太太吼，恁先生一定要先加入吼，嘿，所以翁仔某起来就是4000块的意思就对啊，哦，4500，对，嘿，加减乘除无真好，所以期待那鼓励咱兄弟那咱会通安尼逐工来看圣经，也鼓励咱会通参与伫咧即个真有意义的即个安尼圣经赠送的即个时间以上。嗨。咱周报迄个具体消息的第6项吼，请咱家己来过目吼。以上。即时咱若要为着咱教会清凉，互因愿意家己开因家己时间来甲上帝来建立关系，嘛爱为着蔡佩珍姐妹、李桂梅姐妹、张秀英姐妹、陈博文弟兄，因不管是伫怀孕的时间，也是身体臃肿，也是要处理的平安，咱即马拢来同心开声来为因代祷。亲爱的主上帝，愿你的眼光光照阮，互阮伫面对现今摇带甲考验的时，愿阮会当将阮老我的想法除去，互阮搁较侪是对你来的心眼光甲心思意念。亲爱的主，求你大步行伫阮台湾，带领阮的国家城市进入你的心意内面。求主特别祝福政府官员、甲国政党的领袖，互因伫生活甲环境当中有敬畏你的心，愿意有机会认捌救恩。亲爱的主，最近有侪侪风台甲地动，虽然无直接影响阮的生活，但是若有足侪所在有大雨，求你亲自施恩。互遮个地区无重大的灾害。亲爱的主，我嘛要为着阮的教会祈祷，即是已经距离建堂的规划期，求你赏赐阮教业的智慧，互阮所思考的会当更较完善，互阮献互你的是一件单单荣耀你名的圣殿，也互阮伫建堂的期间，同款有正常礼拜的生活。亲爱的主，中秋过了后，天气渐渐转凉，求你嘛亲自来照顾阮教会会友中身体欠满的，互因不哩有遭到被困的感染。我嘛要特别为着阮教会清凉，互因的心会当专往伫你，嘛为着蔡佩珍姐妹、李桂梅姐妹、
张秀英姐妹、陈博文弟兄，互因无论伫欢迎的中间，也是身体的臃肿，照顾家庭，也是要出入平安，拢得到你的照顾，互伊每日拢充满喜乐。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因祝福的诗歌，圣诗402首，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因死线，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借着阮对主你所领受的话语，主你搁一摆透过你的话来阮来阐明，也互阮真正会通伫阮所行所做，阮逐样会看、听、想、讲，以及阮的所行，真正拢是为着要荣耀上帝来做。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实。各愿恁的时因甲福，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请伊。那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门。伫咧还袂唱祝福的诗歌之前，我阁补充一点，就是咱伫咧即个边仔总堂的迄个总庭的所在，有咱即个咱要甲建筑师签约的迄个契约书吼，那个文本咱若有机会，咱头好伫咧遐来看，若有啥物意见会通来提出。若无意见，咱要伫咧9月30号要正式来通过小会接纳了，就要甲建筑师来正式签约这是咱用祝福的诗歌，咱彼此来祝福。
上帝甲。